眨下眼50年，同以前一個好細嘅病房嘅專科，幾個醫生變咗幾百個醫生，好開心啊！好開心，好似覺得一個種嗰棵樹開花結籽。我叫做陳適，我今年86歲。我喺1976年嗰陣時正式做咗香港第一位老人科專科醫生。人口老化，政府認識到呢樣嘢，揀人話送去英國學老人科。我喺英國翻嚟之後，喺瑪嘉烈醫院咧開創咗第一間老人嘅日間醫院，係一個 multidisciplinary team 護理嗰啲病人嘅。我咧就要去伊利沙伯醫院內科部揀邊啲病人係適合去做老人科嘅病人。有啲瞓帆布床嘅病人知道話去新醫院喎，瑪嘉烈係新醫院，去新醫院唔使瞓，呢樣嘢好吸引佢哋嘅。初期咧叫我做領班，招募啲醫生，佢1年之內考到呢個 MRCP 即係院士嘅資格咧，我哋就晉升佢做高級醫官啦。咁吳醫生好叻㗎，佢好快1年就翻嚟啦。上高就話唔得喎，佢未夠年齡喎，佢太後生喎，我點同下邊吳醫生佢哋交代咧？即係好似我冇講信用，係氹佢哋係咁樣。我唔做佢一定要升佢嘅，咁我走咗。你好，我係吳醫生，入嚟啊。75年咧開始做老人科，即係嗰時咧，大多數嘅醫生咧都唔係好中意睇老人家，因為一睇佢咧就要好有耐心啊，即係好似私家偵探咁樣。陳適醫生一走咧，困到冇手。咁喺南葵涌咧，佢淨係俾咗一間700尺嘅房俾我。我一間日間醫院700尺，你擺完儀器都唔夠啦，係嘛？我要成層樓嘅。你700尺嘅房，除非個老人家坐喺度排坐啫，佢做唔到治療噶嘛。你俾我不如唔愛啦，逼不得已就要去揾處長，處長同意嘅。咁所以變咗卒之就成功咗。即係做嘢肯定要堅持，因為你有個原則，你個遠景係睇到係咁樣咁如果你唔堅持咧，就唔湯唔水噶啦。世衛嗰次就1981年就喺墨爾本開嘅，咁咧就係有12個國家。咁嗰時咧個會議主要就係收集資料，有幾多老人家啊，而家有咩服務做緊啊。我嗰第一年咧我就做咗個報告人，咁我哋幾個老人科醫生咧就諗住不如成立一個啦，咁可以溝通方面咧就可以變咗國際化少少。我亦都去過英國，主要安排我哋第時啲醫生去英國受訓，鋪排晒所有嘅路。1986年點樣發展新加坡嘅老人服務？寫完個藍本之後咧，佢亦都叫我留低做顧問醫生。咁嗰時佢 offer 就係你即刻俾你入職啊！我話唔得喎，我係香港派我過嚟。私人執業唔喺嗰個政府機構裏邊咧，我講嘢就會自由啲咯。醫生又唔夠，床位又唔夠。當時嗰個服務係好大嘅缺口嘅，同埋好零散咯。咁我就俾政府鬧㗎啦。我派你學過，你而家即係好似話白眼狼啊嘛！真正為啲老人家或者長者或者呢個專業嘅發展，忠言逆耳咁講咯嚇。生命係一個圓圈嚟，由自己做老人科，後尾冇幾耐就變咗老人科病人。我係一個好普通、好平凡嘅人，啱啱適逢其會嘅啫。
係或者我出世出得早啊，我都唔敢居功啊。當你做老人科醫生咧，你永遠都係後生過個病人。你醫好一啲真係被遺棄嘅老人家，原來佢行得翻嘅喎，原來真係行得翻嘅喎。咁你會嗰個滿足感咧，係比普通其他科，我覺得應該用大少少。